2013年第一日，由張文彩陪大家睇天氣。咁先睇等壓線圖。嗱，見到等壓線咧，明顯係比之前幾日疏㗎，風冇咁大，代表影響華南嘅冬季季候風緩和咗，而天氣都暖翻啲，氣温普遍比尋日高大約3至4度。而將軍澳同埋荃灣嘅最高氣温啦，咁更加係升到上去18度左右。嗱，今日咧係轉吹和緩嘅東北風，天氣好乾燥。下晝嘅相對濕度降至40%以下，而屯門咧更加只係得25%。而天文台錄到今日嘅氣温咧就係介乎10.8至到17.4度，11點鐘嘅氣温係14.8度，相對濕度57%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咁又到天氣先生出場嘅時間啦。天文台預測聽朝早天氣清涼，咁市區嘅最低氣温大約係14度，新界再低幾度。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而最高氣温大約係有18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，稍後離岸風勢間中係清勁。而展望星期四北風會增強，今個星期後期天氣寒冷。咁預測空氣污染水平就係中等至甚高，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係屬於高。嚟到1月1號，內地大部分地區都天朗氣清，例如係華中嘅重慶，今日終於都冇落雪，見翻啲太陽啦。有唔少民眾都趁住元旦假期咧係出外欣賞雪景。不過北方地區今日又受到新一輪嘅冷空氣入侵，華北至東北地區喺溫度圖上面咧見到係成片都係紫色㗎，咁代表住氣温係喺0度以下。山東省今日有明顯降温，位於山東嘅濟南由尋日嘅藍色係變成紫色，氣温係跌至零下16度。再同大家去遠啲，嚟到美國嘅紐約睇睇。美國接連受到冬季風暴嘅影響，今年紐約嘅温度特別低，只係得3度。見到仲係會落雪添㗎。低温加上大風，身體感覺嘅温度就更加低，但係都無減民眾迎接新一年嘅熱情。跟住先同大家睇睇美洲城市嘅天氣預測。紐約係多雲，多倫多同芝加哥天晴。溫哥華天晴。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磯係天晴。翻嚟亞洲，澳門明朗，廣州、廈門係多雲，高雄同台北有驟雨。上海多雲，北京同瀋陽係天晴，首爾多雲。大阪多雲，東京天晴。巴厘島同雅加達有雨。新加坡同吉隆坡有雷暴，而曼谷係大風。胡志明市係天晴，馬尼拉有雨。孟買、卡拉奇同新德里天晴。墨爾本同悉尼有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威靈頓有雨，奧克蘭天晴。莫斯科會落雪，赫爾辛基係多雲，斯德哥爾摩有驟雨，哥本哈根多雲，奧斯陸天晴。阿姆斯特丹同倫敦有驟雨，法蘭克福、巴黎係多雲，蘇黎世就天晴。天氣講到呢一度啦，晚安。